互这武汉肺炎愈来愈严重，中央也决定讲，只要用这香港、澳门入境学生甲教职人员哦，就需要请假伫自认家己做好健康管理。屏东呢，所受国小老师欢迎，伊过年进前旅游时阵到香港来转机，等来台湾了后，依照规定向学校来请假14天，家己要来隔离哦。所以校长甲伊拒绝，而教育部伫咧了解了后，发现讲原来这是误会啦，因为防疫规定是安尼变来变去哦，校长无注意到上新的规定才会安尼。即马老师已经顺利来请假，伫家己厝内底做健康管理。输入幼儿园开学，囡仔爱挂嘴暗、手消毒、防体温，要互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开。教育部进前决定，高中以下学校较晚开学咧。学校的防疫升级，即马说传讲，屏东有国校的老师因为转机去香港，爱伫家己厝内做健康管理，请假14天，结果校长说唔准。因为他那一个版本就是有说，就是连转机都要，就是只是组就是健康管理嘛，就是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老师的群组里面，就是赶快跟校长请假这样子。那我们校长就只是回了，就是照常上班这样子。这个老师讲，正月廿9由于香港转机回来台湾，看到教育部的广告，为中港学转机的老师学生嘛爱踮伫厝内14天，所以向校长请假。结果校长煞甲回讲照常上班，多谢，互伊规个工去。就是教育部那边通报我们看到我们是必须休假，可是校长要叫我们去，那因为没有得到我们就是校长的首肯，我们也不敢就是贸然说我们就不去上班。那校长可能在掌握到整个最新的规定上面，因为这个规定是在2月1号的晚间7点多做教育部有做了通报，那所以在掌握资讯上有一些落差。屏东县教育处讲，校长因为这拄为外地去屏东，信息无掌握到，唔知经过中港学转机的学生甲教职员工，伫入境了后14天内爱踮伫厝内的防疫的规定，才会发生这届事件。这个老师尾也嘛有顺利请假，伫厝内做健康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